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转运站有国道客运、市区公车、甲客运车等等交通运输的功能。上午伫市场顶各界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启用。伫启用以后，马上面对农历过年运输高峰的考验，市长表示非常有信心。总经费1亿2000多万的台南转运站，伫经过12天的试营运以后，上午伫规排贵宾甲民代见证正式展彩启用，场面相当热烈。3、2、1，请剪彩！掌声鼓励台南转运站正式落成启用。哇，非常的可以看到新的站体，事实上是多功能的、复合式的。市公车、计程车还有国道客运的服务都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提供了非常量体非常大的这个停车场，可以让这个搭车的朋友们可以无后顾之忧，也不用担心这个搭了客运之后车子被拖掉或被开单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也是很贴心的第一个很贴心的提供用路人以及旅客的服务，第二个很有效的疏解了这个火车站周边的一个交通动线，而且让这附近的塞车噩梦，希望说能够不要再重现。第三个，对于整个站体内部的服务品质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以前的这个转运站也好，或者公车站也好，都是那种用电扇啦，然后这个很多内部的整洁，还有厕所什么的服务都不够好。但现在不仅是增加了很多商业空间，但是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服务，可以让候车的旅客有在舒适的环境里面可以候车。其实台南转运站会当讲是未启用的新风洞，除了以特别的货柜组合加开放式的空间设计，入选2019年世界建筑奖的肯定。重点就是要改善火车站北门路周边的塞车，提供更舒适的候车停车环境。都来面对过年期间的运输转型，市长嘛相当有信心。这个有做过压力测试所以说再大的量体、再大的车流、人流，应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相信，今天的规划，不管是动线上，或停车空间上，或是候车空间上，都应该是经得起考验。接着兼有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加客运车等交通运输功能，以及共有珠山外环的台南转运站。虽然闹咧庆祝启用，不过部分客运车业者也是认为整个动线有检讨的空间，希望一步一步改善。我们的计程车的那一些通运或者是排班都有一个改善了，但是还是要慢慢来原则上还可以，总是可以疏散一些计程车比较不方便的东西都有当然还有改善的空间因为空间上是需要就是大家共同来努力嘛我们也希望我们台南市的计程车司机呢有机会共同来参与这个改善我们台南市计程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我也希望我在我的带领之下呢我们台南市的计程车也可以再创一个更好的局面。不要市长嘛亲自发送台南转运站的限量纪念票卡，吸引侪候车民众排队，嘛互人提前感受春节期间市长发红包的喜气。但新闻官及何超邦采访报道。第16届国际高中科学奥林匹亚竞赛，客下6面金牌，团队成绩是世界第2。其中有3位选手是咱台南市的学生，市长黄伟哲6号上午特别颁发台南职工的奖牌，予3位学生，期待因伫科学的路上继续加油打拼。画面当中看到的这3位学生刘丽文、黄子轩、黄鼎宏，因就是伫第16届的国际高中科学奥林匹亚竞赛当中摕下金牌的选手。这届的好成绩也予市长韦特非常的欢喜，特别接见了这3位优秀的学生。并送上台南职工的奖牌，感谢因的表现。市长韦特也勉励因爱伫家己喜爱的领域继续来努力。今天可以说非常高兴，能在这个机会能够
让我们对我们3位参加国际奥林匹亚竞赛的这个3位杰出的同学，来自建兴国中直升这个后来在台南一中的3位同学的一个卓越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肯定。那因为他们从小对于科学数理的这个兴趣，造就了他们今天的成就。其实乐在学习是很重要的，他们都不是被家长逼着一定要去念数理，他们是有自己的兴趣可以展现出来。那这点我们也很感谢建兴国中还有台南一中师长们的培育。那事实上，他们如果从国小就开始，我们也更感谢他们国小老师的启蒙与家长的这个认可，那能够让天才，能够让这个明星不会被埋没。那这点我们希望说台南市在教育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给学子给我们的同学有发挥他们自己志向的一个机会跟空间。那再次感谢，也期待他们未来在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学习的路上能够更平顺，能够更耀眼，能够更发挥他们的长才。这3位学生拢是建兴国中毕业的，现在因拢读台南一中，因现在拢读高中1年，未来将要伫老师的带领之下，持续伫科学相关的领域来努力，同时也继续为台南甲台湾争光。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反渗透法通过以后，台南市会国民党团最近接到未少恐慌的民众陈情，所以上午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丧失党性，竟然将应该行政中立的检警条当作打击异己的工具，呼吁选民用选票下架民进党，重新修法。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发言人王家珍、蔡淑惠、甲罗坤福上午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强行通过反渗透法，互人民更加来恐慌。尤其最近伫个选举拜票期间，嘛接到未少的民意陈情，认为反渗透法虽然只有短短12条的条文，不过却无任何的细节。国民党批评根本是恶法，而且佫是自由心证。欢迎市民向哪样来检举，希望用选票来下架执政党，重新修法。我们赞成维护国家安全，但是不赞成所谓那么草率，在那么短的时间没有经过委员会，没有经过相关严谨的讨论的所谓12条，非常利拉，非常不精准。包括执法单位都让人模模糊糊的所谓反渗透法，这一点我们是大大的表示不满。我们会寄望韩国瑜当总统之后，针对反渗透法，做一个严谨的检讨、反省、改善。很多的在大陆留学的台生，他们事实上是人心惶惶，尤其是台商几乎将近有200万的台商在那个中国大陆。然后他们就会害怕说，我们这样往返大陆跟台湾，是不是有时候会被这个短短的12个条文的反渗透法，让我们变成有串供之余？民主国家靠人，你话要安那个安那呀？强行通过反渗透法，只要是不符合你的规定，就有代志。这个是。这个国家开始民主了，你过去你的价值是倒位啦？你的价值在哪里啊？会中国民党团嘛出示一张警政署的函文，要求各分局对去年1月31到今年1月31积极收集证据，以作为评核的绩效。国民党嘛批评执政党将原本爱保持行政中立的检警调单位作为打击异己的工具，认为相当的无应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迄因直升机伤亡的事件，暂停3天竞选活动的立委候选人陈廷辉，伫5号选前最后的黄金周，伫安南区的安西里活动中心举办盛大菲菲姐姐亲子派对的活动，吸引未少的亲子家庭到场参加。
立委候选人陈定辉的菲菲姐姐亲子活力派对的活动，5号上午伫安南区安西里活动中心的广场来举行。陈定辉除了伫个台顶，甲小朋友跳鲨鱼舞等歌曲的带动唱，另外嘛甲小朋友来互动、翕相，伫个欢乐的气氛中，宣导政府的托育甲幼教政策，互选举的活动无搁再是硬邦邦的话口和利益。我们今天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可以跟我们所有的阿公阿嬷，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跟我们的大小朋友一起来玩。我觉得选举其实不一定要口水战，而是我们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用无同款的方式，让咱的囡仔会当行出来，和爸爸妈妈来做伙来谈论一寡教育的议题，让人会当知影讲到底即马小朋友喜欢的是什么。陈定辉表示，对去年11月开始，已经举办过几啊场的亲子系列活动，包括闯关游戏、足球派对、甲泡泡秀等。陈定辉强调，伊甲总统蔡英文虽然拢无结婚，不过人民家庭的负担就是伊家己的负担。就算选举结束，未来亲子派对活动嘛会持续来办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109年补助脑旧机车汰换计划，台南市符合补助的机车大约有46万台。市府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补助的大好康。除了一般民众的补助以外，针对中价收入好、甲南化、龙家、左镇、南西等4个偏乡的居民，搁再提供上悬27000块的汰换补助。希望加强改善空污绿色运输，是台南市的市政主张之一。在亮丽清空 Plus 计划执行汰换脑旧机车，希望就此降低空气污染。为了鼓励更侪市民加入脑旧机车的汰换，市府持续便利有算，推出南化、龙家、左镇、南西等偏乡以及中价收入户补助，进一步改善空污问题，让市民更加有感。我们2020新年度的这个电动机车、还有7期环保车、机车汰换以及新购机车的这个补助方案。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市有的财源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洁净空气，帮助我们保护环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拼经济，市府的花钱是不会手软的。因此呢，有鉴于南部的空污比较严重，即便台南本身并没有这个燃煤电厂，即便我们的这个环保工作已经竭尽全力能做得相当好了，但是对于移动污染源的控制方面，我们还是有加码的空间。因此呢，台南市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今年度特别加码补助，除了中央的补助之外，我们还加了许多钱来鼓励市民朋友们：第一，汰换2型乘机车；第二，汰换1至4期环保车。这个已经是比较稍显老旧了的环保车。第三，要购置新车，我们也补助。所以呢，对于市民朋友们，可以说一方面是减轻负担，第二方面是增加利多，第三方面对于台南市的环境空品来讲，也是希望说多一层保障。今年上新的汰换补助方案，上悬会当补助24000块。环保局呼吁民众爱把握这次难得机会。车子的汰旧换新部分有一个补助，最高金额可以到27000之外。那另外的话，今年度台南市政府作为整个车子的新购部分，也有进行一个补助那这部分呼吁那个市民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把家里面比较旧的老旧汽车来做一个汰旧换新，或者是当你要买车子的时候，可以考虑到比较好的一个移动污染的移动的车辆的部分可以去换购去买这些电动车，或者是买7期的环保车，来减少一些空气的污染的部分。经过台南市环保局各项政策推行，台南市风害率比照107年度减少39%，108年度哪天的比例嘛高达77%，是近年来上悬的。今嘛阁加码推出脑旧机车汰换补助，希望更侪市民加入汰换家中会制造空污的机车，展现为市民顾健康的决心。台南新闻张卫忠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
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惠利官店已经成立超过30档的药厂，6号下晡由议员吕维英牵线，捐赠一批药厂上新的养生调理包，要予老吾老养护中心的弱势长辈补身体，嘛予因感受社会温暖。老吾老养护中心长期甲台南市政府合作，每档平均收容45名公费的弱势长辈，其中多数拢是失能甲失智，甚至有7位癌症末期的老人。下晡来自关店的天医药厂，为了推广中药保健养生概念，议员吕维英牵线特别捐赠一批养生调理包，希望予弱势长辈顾身体、保元气，感受到社会爱。因为我们这一次刚好就有新品出来，那我们也想说正值那个岁末寒冬了，那所以说想说，也在吕维英议员的牵出之下，才会有这一次的举动。那之前我们也都有做这些类似这些爱心的举动。我们家的产品其实对老人家是最好的，因为其实这一种东西的话。它最主要是帮助骨质，对，可以补骨质，还有一般它可以类似退化性关节炎之类的，对啊，而且它还有补气，对，那刚好是快接近过年时间嘛，对。面对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嘛予天主教仁爱修女会相当感动，邀请大家无一定爱送礼物，有机会来这做陪伴关怀之工。我们有很大的需求，我们愿意开放给整个的全台南市的，都可以。这是一个做好人、做好事的地方。对，多一点的人也可以来利用这个场地，来看看这个场地，也可以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陪伴啊，关心我们的老人家。所以不需要有特别的，要什么礼物啊什么。都进来，真的欢迎大家可以进来这个乐园嘛，这个像一个家一样的。特别过年啊，小九嘛呼吁社会善心人士甲企业会当透过食物爱心银行等管道来提供有需要的弱势更加多元的物资。但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追求是真侪长辈介意的运动，因为原本的台南市立追求场已经有30档无整修，而且配合道路开辟需要刷所在，所以市府伫共37公顷用地规划全新的追求场，6号举办动土仪式，市长甲多位民代拢到场见证。台南市立追求场因为场地老旧，加上市府道路规划将会经过球场，所以需要搬迁。
为了让喜爱拍球的民众会使继续有场地来使用，市府也将原本的共34公分用地规划建设新的堆球场，同时将原本的2个场地增加为4个，也符合国际比赛的规格。6号上午举办动土典礼，市长吴伟特甲立委林俊宪以及侪议员拢到场见证。开地平安金金地个李cham头，祝愿动土顺利，定期就对。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市立水球场新建工程的动土典礼，因为我们的市立水球场已经原先的旧球场已经30多年了，而且只有2个球场，现在我们因为道路辟建的需求，所以必须要迁移。那么在新的球场里面，我们有准备了4个球场，而且是采取先建后拆的方式，也就是说，喜欢打槌球的市民朋友们不用担心施工期间没有球场可以用。所以我们等到新的球场尽速完工之后，旧的球场道路工程才开始辟建，希望能够为市民朋友们、为爱好运动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最好的服务。那也感谢我们中央体育署的补助经费，那加上市府的自筹款，那加上我们体育总会的全力支持，还有垂拳委员会的支持，能够让我们这个动土典礼能够顺利。更感谢社区各位里长的协助，那议会通过预算，我们才有钱可以用，所以这个都是一定要谢谢的。希望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提供给市民朋友们更好的这个休闲体育娱乐空间。整个工程有计伫今年的11月份来完工，到时阵将会有观众席、休闲区、甲无障碍的便所等友善的空间，要提供大台南的民众安全又搁友善的运动环境。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开基玉皇宫管理委员会主委涂大松邀请，历经得到南美奖、民总司法奖上入选的陈国崇，4号上午伫庙前的广场举办办迎送春联的活动，吸引不少信徒甲游客参与。甲一般邀请书法家现场写春联，送予民众无同。台南市开基玉皇宫今年特别邀请入选南美奖、民总书法上入选的陈国崇。融入书法、篆刻甲版画，举办办印春联的活动。现场准备了真侪块书法的版画，教导民众安怎家己来印春联。我们开基玉皇宫涂大松涂主委跟陈俊文总干事他们很用心来筹划今天这一场的版印春联 DIY 的活动免费 DIY 的活动来迎接金属联的来到。我们一般新年都是邀请很多的书法家一直排开在挥毫写春联，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让游客自己来印春联。那版印或者拓碑印出来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属于他个人专属的春联。本身是建筑师出身的陈国崇，因为介书法加上篆刻的技艺，因此将家己写书法融入去篆刻。现场准备了几地事先刻好的版画，提供民众家己来印春联。因为每一个人印的技法无同，因此印出来每一张油版嘛拢无同，拢是属于家己独一无二。庙方表示，将伫个9号加开一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开基玉皇宫来体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代人愈来愈晚婚，伫个门诊当中，常常有超过40岁新婚翁仔某接受不孕症的咨询。大安妇幼病院生殖不孕科医师表示，原因就出伫个年纪愈大，卵子的品质就愈歹，加上最近阁有国外研究发现，空气品质的好歹，其实也影响生囡仔的能力。卵巢早衰是指40岁以前，卵巢就出现更年前期的状态。伫一般人的发病率大约是1%到3%。不过最近10年来，因为生活形态的紧张，好发率不但增加，而且嘛愈来愈年轻化。加上最近一篇意大利的学者研究，认为空气品质 PM2.5 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卵巢泡的功能。文献里面显示，就是说，PM2.5 可能在22的浓度，就可能会造成那个妇女 AMH
小于1的比例会增加。那所以这个当然它没有定论，但是它这个议题的话，就是值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中南部的妇女啊，那这个空污可能真的比较严重，那可能也要值得我们去就是防范。那尤其说我们现在又是晚婚晚育，那卵子储存量本来就已经低了，那我们更要注意就是外在环境给予我们的影响。大安妇幼医院生殖不孕科的主任林佩萱嘛表示，如果有生育计划，应该把握30到35岁卵子品质，并且接受卵巢生殖力的检测。一旦超过40岁，因为卵子的品质，就算人工生殖，有生甲活产的几率嘛会大大来下降。冻卵本身它其实并没有说规定一定要冻在几岁以前，但是当然我们就卵子的品质来讲，年纪越轻的话，它卵子的品质是越好。那所以原则上我们是建议说，30岁的女性其实都了解一下自己的生殖力。那如果一旦发现说，自己的卵子储存量是比较低的，那其实再配合自己的生活规划、生殖的规划那就可以考虑说，也许在30岁以后考虑冻卵这个可能性。那原则上我们建议就是尽量冻在35岁以前，那卵子品质是会比较好的。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来到了超过35岁，那也有这个意愿的话，那其实当然是越早冻越好，尽量不要拖超过40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2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